出了丫头油门，看大人了山上里向吃药饭，那么大人吃点啥呢？倒是拍坏了食物，那么现在食物已经吃光了呀，嘿嘿，这来了倒是食物漏在了，这样吃它又不。那么来了拿什么做人高发子的呢？一来大人一生礼节，两手清风，本来就做人家。儿子之间年纪大在，家里向吃得清爽点还有点的。那么再搞么把到你诗里向来了，总归有点夸张的形容的，还有这个里向几点点了还。不过大人啊，的确是好。两手清风，等到了西子下来了，桌厢里向只有几千个铜钿，桌浪向传下来的钿，本来多少，现在1满多不多，1满多不少，又是个钿。等到来了个棺材，从南京运到海南岛去，路浪向足足拉待过3年。为什么老百姓烧香磕头要祭掉一番？来了挖了海个辰光，对老百姓组织不少好事体。这什么样？就是心酸势利呢。他苏州、胡松岗、上入白毛堂，侪是海在最好。本来个他年年飞来。等到老水好以后，踏踏平平，一直分成这个。所以到现在为止，一个家乡，包括广东，还有海公司工人主娘千古流芳。所以做官随便呢哈，一定要做清官，老百姓不会忘记。那么现在老吃喝子，两个同儿。水开到里向，一手吃他鸭饭，两旁边自然大人，大人吃开鸭饭要办公室。同儿，大家呢哈？今年开营以来，你知道公文到此，一共谁来还两的？最大苏州来的，唯一的呢松冈来的。哪来？我看还在了掉，一共谁来还只有两的。可我来娘子批评了孩子喂！开营以来还是第一次批阅公文，一定要亲自过目。那么我来去拿公文啊！一个同儿拿公文，为一个同儿来问候。那么做啥也问候的，搿来随叫参讲大人呢，能啥就啥，该用则用。平常辰光没啥事体呢，写个油在后，哎呦，搿灯彩是谁在洗？做啥也是干3个月呀，那里有的公文一批回来着，要看得清爽的，低头拉走，因为批公文与一时侦测的时候，把人家性命还要危险，所以不来给。那现在个同儿呢，一进在里向拉住我过来擦一擦汗，让到你看得清爽的。那么这个同儿啊，不比个鱼在后吃硬呢，今朝们要叫出来我在。不甘心，非得嘞！我又在和忙中半边一抬，不晓得这个老头子看不过来，这样子呀，第2在乎嘛？这样就灯在后吹死了。哎呦，人家说这样，非不了就鱼怪，等现在批了公文，又为什么就要低给？一天是一滴滴，10天就是10滴滴，可知道积少成多。叫两户相争啊，必有一伤啊！老爹，连他想都这个呢，他不来过了。哦哟，吹死了！两户相争的，这个户不是归个户啊？吹死了！怎么听呢？过来，噗！为一个同儿啦，公文在哪的来着？老爹，那，公文来着。两只这里拿公文批过，拆开了以后。松冈府自家学生子，一个中人杨继人的公子叫杨特，自家再中意的门生，不晓得啥个事体玩，来自2根左手，
雨蘑菇开，只听见外头哔哩啵哔哩啵哩啵哩哔啵吧吧，哟，儿进了。风送下路，儿歌声，黑人灯下开工班。开班送声送奖励，乃是洋气人公子我爱门生。这位金山海棠都为家，只怕从日衰绝是本等，不信我的两不生。那日亲自生打开，恭喜您公爷两位名，手续经费200元。谁知工人我内组织，得请恩师吃金陵，还一了用100元。大人是只为送头翻开背，王空啊，王空！来呀，做少家小个事体也去得这样讲。他不让我的门生了，嗨，有时挂肚带小事吃。哦，这个讲你点些事吃啊？来掉，搿来么呢？我不是上包阳台哦。他来公文，要枪手海棠，这来等他时，是吧？应该立即动工，再将公文送来，这才是道理。他现在先来公文，将我批阅，路上一来一去，要对我多少实际，上意识得好，叫水户不用心，万一海棠推他。少时冲决，岂不是将来百姓都要受罪？他可是带小事吃。来掉，根本你也看事体去的呀。来掉，是到底不是我事业帮阳台呢？怎样？你还不想想呢？来哦，做父母做些定困难。阳台只不过现在就一个支付呀。跟你像江水海棠是干头个工人。对，他是讲里事实说，有几百万两银子的啦。用空过口，一张单就上来，规上来批出的银子，但是辰光你也要讲管，你说起来，谁在有罪啊？我中无人啊，我为是那个来事，为是那个上司。你弄我到下午家，你弄我到来死人啊！错，闺女，批发是干事是啦。女生是啊，哦哟，来掉啊是啦。照你这样讲来，他与他的来去啊，那么是有啊。我请问你，那哈，这个杨桃不生怎样？来掉，你办公室。但是有点害怕。什么叫害怕呀？你害这个跑的叫害怕啊！来掉，整个面相那个，人不修改，皮肤不黑，眼睛结赤，哟，办起工资来有点阿根跟胖秋筋的味道。哦哟，
老爹，总抢的没这样那个呀？哦哟，你觉得人民该上是几代个？新牛股不走，定要为百姓。老爹，真的像那个，样样是这样的。他到桩桩积极，都像我啊！哎，哇，这样不样不样，想得不得了啊！哈哈，哎。好的，你别靠我的特质。怎样啊？好一样不这样改。哪一句不像我？喏，你到羊羔们，你想走廊不记得？吃师傅讲一只个一只个，搿点不这样来的。是哇，女人是啊。太礼貌嘛，你还说得出个来啊？吃师傅讲几只个，为了上过枪了。你到东家的世界来这个游戏，经常也挺开心的。冬儿啊，这件公事应该正他，去殡仪过来。老爹，别脾气哟，你翻过来看看呢。来，那公文翻过来一看嘛，公主上头写好几样三字了。据该知府申请，为抢水海上工程事业，为国为民深刻家属的理德造成，后福我被切切。冬儿，老爹，这几句是哪一个批的？老爹，你要懂问这个，该打的呢？是他我为啥人呢？是你写的？当然啊，可以。你的公事进来，到大雨进不了。别你拍毛皮，不许的红色。你妈妈，我们来拍那个毛皮，想那个说出。但是不知那两个童儿啊，公子才是乐乐搞出来的呀，跟这里几十年这样。那么乐乐也不死要的，跟个两个童儿一当私家一当童儿，差不多的公子才能够看看来屁屁的。于是不啊，写本上把它忘记都得都去差的了。那么等到接到公文收他来，将既有道公事拿来。老爹，还在。第二代公子们那就点口子，口子们一要天困不着，你帮你要吃饭。开了以后再说不是那么我来去拿。拿来，冬儿拿得来，老爹，拿来着。第二代公文拿到手里，眼睛熠熠清爽，当作惊人从头至尾看我嘛老气，我被抠错噶，哪会有这样桩事情呢？三子之事也看过我一遍，舌头不错，老气得来擦破，放屁呀，放屁！是那来掉，为啥你别看写的那样东西关？你自个别要看。这样的公事，己所未见，闻所未闻。那么啥个事情来吃的这个呢？苏州女友送得来一大公事，是有个天台山的僧人叫和尚啊，很瘦，为大众方面嘛，设置一顶大身轿，轿上哈呢多200两银子。不然米阳里向个老板叫王继章，既然去满在海明，抛尸食物，坏事灭罪。我努力做得来，引发纷涌，你自家神人杀人凶手，叫你张真凶器搞出来，你搞不出，我就指头上向，我只把写的随手个把刀杀个人，嘿，叫自上挖的利亚神人，所以请来大人批准，努力受地正法。个老苦不难不要气呢，哈！自上挖刀，怎能定神死罪？谁是说话老掉？你办公室么定定要紧送证据，你讲对个？证据500，我不得，谁说是凶器者？你到规则里拿着不得去杀人，快杀得脱呢？这样的出个证据，气愤你！那哈，这个后续，他的不生怎样？不灵的。好多个出自名的这，你都要吃来就吃得来最熟的嘛。但你讲牛肝、龙人、白肝、白肝、龙人、牛肝。我他是个活动不灵的。好，这种公事不能侦查。那殡仪过来那来点那殡仪呢？那么老别头去他，
马得不用，天得别把不落必随皮，该只有神清，为独生叫良友，既在其满在爱民，不仁不义，超级人民，爱内招真，杀该知府重生，不得人心，而复切切。这张物质高级超级人民，而且被这幸福重新生活，不能用言法。等到西部下好诗意，动儿虽做还没在听见外头哔哩啵哔哩啵哩啵哩哔啵，啪啪啪，哟，塞进了啊！是啊，老刁，快点困吧，再不困，那么真的要天亮着。好，我们进去爱睡吧。困吧。那么呢，两个童儿父子都人去困觉。这门里讲起来，超广东人的房间里向大得来不得了，房子是有的，大房间不少几百间的，但是来了才不用的。通光4个人呀，东人自家一个，2个童儿，还有一个识字师傅。这个识字师傅呢，广东人根子来了到现在，说出来个小菜买票回看，一直打了身边的。那么4高头咯，里向几百间房间，用不怕用上，统统收脱。所以用木板啊，在那山上拉出2间小房间，上水一间嘛上房还在困，下水一间嘛就是2个童儿困。现在海湖父子大人到上房跟睡，门嘎噔一开，车子来了，在里向床椅浪向身体坐定，梳帽去脱，台子浪向一放红布一堆。红包小脱，衣架浪向一个袖子脱脱，来了坐到上衣浪向。那么海湖呢，得来了个皮头里向这小角落啊，烘牛肉的去拿出来。那么海湖啊，那个这小角落嘛，爸爸和你3岁往正凳子骨浪向一放，辅导人到上浪困喝。来了年纪大了，整理那个叫半盖半烫，皮头拉起来，身上像精神米啊米口上了还发脱的，走什么？扑那个皮头浪向，2只水嘛这样好地手，3日喷高，嘎子就好，等到一切地步失意了，哎，走，你也去睡吧。老刁，那么谁是你这？我最早。姐妹，那哈，我的东西忘记拿来了。是没事忘记脱噻。那么我来去拿。去拿吧。拿么子？拿啥个么子？一放金银，来无辜不理人啊，银不离骨。那么金银叔叔来困觉这要来做啥呢？哎呀，有道理的。那么来了上次年纪在，还在床浪向一直上都困不着。可我自己他可困不上嘛，看股东有气，上是我来呀，就这么人家，那是我的马上股东有气呢。那么困不上的哈呢，这帮今年放了针对半边，睡不得阴脖子了。想自己默默坚持，影响一下呆呆。实际上是新妹妹叫醒我来困上在，你家一上了，成功最近谁怪在？那现在不个帮今年令人困不上在。所以现在海虹一个皮头蹲在外头千阿房里向，拿着这一帮金银围在里向，来掉。那金银来着？来了。今朝来这个匆忙完，长大了胸口边。这道水里忙正正头旁边一放个只水，忙正阴脖子浪向一打，那么心定。好，没有你的事了，你去睡吧。来掉。怎样？当心不要被1888推出走。出啥个美女，3多人看放金样看不了，虚的胡说。明日早些起来。现在根本不知道。明早晚了掉。人他在外头，我说门得来打上不说什么，打女也可以。眼睛在自家困个上后，何往一看呢？哦哟，海亮兄弟啊！没得动作说的说别说已经钻了皮头洞里的。天蓝呀，钻了皮头里像个头一天。这倒是。那么呢，那又发了个一股子义气的。
王哥啊，那点吃一只碗，都正开始哇，别个困上了，我要有些的了。哎呦，我要是碰过了磨几日，要磨半就天的了。就是说哎，天天这两个老规矩。哎呀，哎呦，唱歌必须唱得你也困不着。哎呀，真傻我。我哥吧，我刚刚一口子困了皮皮里了，5合适。在地上你了。想想你个老屌。哪怕得啥个75，要讲起这个个东西，哎呀，可不这样了。哦哟，一个月30日天，初二16，2日天正，就开荤的。有鱼是不会老荤的呀。谁是说？初二不吃，到初3嘛，哎呀，昨天忘记的吃肉粥，我不理拉倒。谁说不老荤？吃出来还是鲜肉。鲜肉倒蛮好。啥个鲜肉啦？真讲鲜肉嘛。你当是真讲鲜肉嘞？哦哟，我当你讲，这个肉切得细薄，香肠子头，风一吹，要掀起来个叫鲜肉。这个叫鲜肉。哎，那个就是不吃荤，杀杀青菜，要多摆点鱼子，我要翻翻黄里的嘞。哎呀，别说吃这个，这还是这个乖。根本喏，我不天天2岁，有几帮子。顶2岁讲，你吃没买灯样了还？灯样，差不多穿，你家不晓得，外头看看买灯样，里向不离去了。不样别说，不上马呢。不上马哪了？我不知道哪位人说不出。你说看呀？就是毛个自家忘记这个人。你想想。家人年纪毛个。家人年纪毛。叫人光在。家人我来嘛，隆庆我来，现在饭里，哦哟，3代老股东啊！为老股东。老股东啊！哦哟，马底下不对。但是海马。嘿，马了不要理睬。海参不低的。哦，要哪位人？那么你自家不好。哪个？你记得了，爹讲呀。马子铺特在青泥马上新马子做个坑的呀。你那晓得我不讲呢？我马是个聪明仔，大大弟弟开始来掉，考过辰光大力讲，我说来掉，我上马子铺特在，你还晓得来掉呢哈？面孔马上一背，眼睛急切，办公室面孔拿出来噻。办公室面孔拿出来。哎呦，单位的官腔呀，但是我得是。你的法子破了，我作为你事业了，我要法子了。谁说我？对。我讲你妈不对吧？是的啊，莫三门，台湾就该3、5个人黄白。带我你来，我要你啦。是这话，根本你安不理你呢。不理你，我怎能不理你呀？必须我想他出来，家里摆啥子里面？我在家里头问你。实干一把年纪，哪走得出啥？来掉也可以啊，我没办法是吧？那么口子哪里？可恶了，你自个打算出来噻？来了讲啥晓得？你的法子确实破了，这个处在里边，身教不济，江水隆隆，怪讲江水隆隆呀，但是，那么你想呢？这鼻涕手里向扎了个袜子，我打就难搞的了，这个是样子的。喏，我哥啊，本来机器是这么多想的是喏，那么但是为何嘞？你不讲出来，我也不晓得那里向马子没低个，在那里向看不出来。我无良样子。哪了？我肯定要错儿。啥错儿？控制在我错这个。控制嘛，控制当小才可以呢。哎呦，做个辰光是老多的，后是后得了，像动力是这样后得了。直到现在3包，3个放水。那么风凉怪？风凉，养脱个子呀。搿日子他只让我要出事体。黄梅天，方水龙向围着，对吧？我们皮底show，那么跑到橘子地嘛，跑到塘面龙向嘛，一挖一趟，哈巴拉一个更多直听见，哎呀，不能再铺的哇！分铺，花特子。就是啊，我们就是铺啊！一插都上一条风。哦哟哟，为啥来掉嘛？那么我没办法的。我说来掉。我裤子铺特在，等我买条新裤子吧。来掉呢？来掉嘛，刚刚你讲一样。一样的。本来是要是洗。叫你马么子面孔，马上一百办公室面孔。我真的。铺在什么地方？哟！我是铺在配柜上的。啥个配柜？屁股大家做事呢。哦哟，我听也听不懂的。需要黄包，该我你来。还要你干？要你。不理你。不理你。我真的。一年嘛。来了想不了呀。高手破了，送包昨日。老板要戴那帽子。那么我是来掉，现在等我屁股上下刻着赌章。你刻赌章做啥？你去问。那个我对这是这样的，这个裤子上刻着帽子呢。板要戴那帽子。拿了，一袋子我是。
破山又破不了。哎，你将破的地方调到随便来，你要的么，我也可以弄啊弄。啊，还是规则你叠个身啊！让我破的地方调到随便来。那不是这样子这个的。我晓得噻，来掉肯定自家是一斤正按我改，大概做咋个的？搿反正哪是样子去改个年头？哎呀，那是小真好呀，是真好的。搿嘛别去玻璃水的，俺老弄那后头吃几天，不晓得搿条裤子实在痒脱个噻，办不起个噻。我地浪向一补，这样么子，只听见是咔。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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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一插头上，前头有的离拉着，一铺着，一铺着哇。灵感，灵感哟！咦？十俺一来嘛，前头有的离拉是啦，飞来回动，咋开裆口的哇？不会开裆口的，这俺你就咋开裆？那么我对老刁说的，我说老刁，你这个铺的地方嘛，调到前头来，我前头分布，后头一铺，你看哪弄法？那对呀，当然冇在。老一口嘛，熬不过了。你这自家先等啊，不够在。太子上去，叫你熬头等下。你到房间里向去，开心。听见了，调到里向做香给一开，我吃里夸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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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东的。来掉苏东的，是啥个物事？对个。你还晓得老调分几个东的？刚才你听你看，拿出来。2个。哈。2个铜锭，就空着不够毛喂，那毛啥心？哎呀，我说了，掉那不够2个铜锭嘛，毛啥个扣子呢？对吧？你对着我说。哪个？1个铜锭买银线，1个铜锭买米酥线，缝缝补补，再后头一枪，我发自新风，等你买新裤子。我说这个，毛的裤子会一等发新风。哦呀，发起来新的一张布再花脱呀。的这个，别个呢？两兄弟啊，不是来表太太对你是个，你自家是个做人搞的。你个一百大子不顶着。我跟你讲，来表人是绝对好，对你像自家是一般。你这地方不一样，还是来就青年了还。根子透过是被人家其他是不对我改。这有一句讲一句，你讲哪个呢？你讲哪个？对啦。你是刚考过关？困吧，碰适应，那么2家就困觉，因为你里向办公室实在吃力了，对摆到正头浪向，真正一些功夫，不是庸庸尽水所料。根本说起来，这个2个同仁根子大人嘛，还有功力的呢，有啥功力？吃的、扎的、难得有2的应用的用，那么能够形容，晓得黑人清官、爱国爱民、两袖清风，新官人有根理。这个2家头根子黑人要根子几十年了，为是黑人刚刚出来做官，做一人只有的辰光。那么黑人一做官，随欢喜市场采访，比金比武，被抓出乡。家老乡们对对问问人家配对打听还有啥个几批的恶报欺让波士欺压良民，等到当天咱们回到衙门里向怕差人来做人民是害。搿日子大夜里向开支一个小卡在不要再讲嘿，听见有杀进来，门一开，兜里向东飞西飞，桌箱盖开来，叽里咕噜，上头飞到下头。黑人晓得个，30个辰光年纪轻，后阳功夫一直好，不像搿手了张子里向眼睛结实，看到2家头呢哈。搿么不要里弄哪看得出？亮光蛮好，窗里向照进来，看得清爽。搿个2个12几岁了，才10几岁。飞到桌箱机浪向1个小时，拿上1000个铜锭，开心要想最末还有个拉里柜这里放下来。桌箱人就归顺，2家头抬上去，唉，不做声来走。那么黑人啊，不是上浪向哒跳下来嘛，到里个门子一拉，2位啊，铜锭拿着，导致最棒，搿2家头哎呦吓个啦！究竟拨了都举下来了，哎呦，是的，三公啊，你第一趟实在叫没办法上，铜锭还不能上，来放你最棒，你叫没办法想呀。那么黑人生活得弄不动，既然都来拿铜锭嘛，拿上1000个铜锭，上天包下去不拿你，
哎呀，说的你两高头么了高老乡，看见呢经常追来追去，身老乡行队别听别只做项目当时来运动离开，今朝晓得呢开始个三靠人，想来帮忙我高头，不晓得不要再讲得知理想，做项该开来么理想，侪是点铺衣裳了，为点旧事，那还是个重度使用。搿一切个动力，作兴来为主家乡个盘缠推脱来此。你哪为主家乡要流落他乡，所以你动力人员放下去，愤怒那个难放你嘴巴。海人一听搿个两人的蛮哈个，蛮感动。搿么这个，你到两家头跟着我混口饭吃吧。我就是当地新上任的知员，啥子？两个人一定要是把第一套做事推到知员官手里向，那么要进不落到局下来。可头就样，海人哪里到水里下来，这里到西名字，一个叫海红，一个叫海亮，跟得现在，那么现在两高头困着，不晓得你都在困着。外头有个高尚的大菜要龙江特这样，那么大菜的啥地方下来呢？嘿嘿。个大菜要很甜很甜，不知那看这个辣有点厚湿湿的，他就不怎么漏一个无真气，不为是为，不义而是也。冰了冰讲得着。现在看见大人这两个动物在围住去喷鸽子，胡吃，他就往米浪向杀出来，最多给他火王跟水。耳朵吹了门浪向，一听你想，不是涌涌，再一步一步到上房跟随，这儿心听里想，呼呼好水，进去，所以他与浪向大楼，我门带去，做啥？开起门来可以不声音，年纪大啊，精神啊，老发的这个门开起来，来了要声，这个带气，不是，到他就杀到一响，这口气抖音完了上浪向，哦，三有困着，嘎子就好，两只手好一些，左手塞吧，威风凛凛。房间里向一看，都才有想，这个大人们实在是清官，非得清官们外把一个穷部穷得来大大的，十行都是身份。中东上兵马贤良，极品大儒，刚刚170，来不过15拍位。你可以在房间里向一无八十，二无地在。台子、凳子、桌箱、衣架，一只上浪向青花白地画布trang子，几纶得劲，老百姓人家比啥子要好了。哎，大差就追到上门去，又想嘿，大人你醒醒，我要告状。不可上上浪向的抖音，你这个我是哎呦，抖出有上一喊叫闻令出去，抖音分喷上科技我那么不是话，一个譬如奔到上队嘛哈不来，浑身发抖，嘿嘿，个抖出就十个应用，科技抖音会得哈个，不晓得哪个。都参加了有的听，张居正啊，你这个记者啦，太江山谁佛？今晚10日。神秘
人君不君来神不神细雨泥松我与周公应龙接力北道而今出了一个张居正势力更胜你说四动居正十个为人先光绪道义宗门身上人开必定海里我悠悠上山山刀锋将我进我还在是一心上身两面青年张居正啊张居正我与你势不两立董才就背了一点哎呦大人没有看见我当然母亲的是哭啊干嘛呢让我出去哪位董才就有情报导引我为其所